唔好意思，因為咧，因為我係受到一位傻仔影響，我個朋友有個傻仔叫做傻仔楊，咁啊成日喺度同我講埋啲政見廢話，喺度講埋阿陳書記啲嘢，咁啊搞到我產生另外一種人格，定係厭啊陳左頭左線啊陳書記左頭左勢嘅人啊。咁又Yahoo睇Yahoo嗰度就對佢有啲不敬之詞，即係我之前厭佢喺另外一種人格覺得佢左頭左勢嘛，所以我咪最覺得後尾覺得時話成分係唔係幾啱，即係點講喺Yahoo 網上討論區嗰度有受另外一種人格影響，咁啊對佢有啲不敬啦嘛。而家我正式向呢樣行為道歉，就唔好意思啊，係咪？佢可以係啊，向翻網上討論區網上呢個行為道歉。最柒係啊，之後遠離翻嗰個傻仔就冇事啦，懂唔懂？